十里六内观里，我们心遍太虚空，遍十方，佛就在我们心中，佛的心也遍十方，我的心就在佛的心中。这时候，以我心中的众生离我心中的佛，以我遍太虚空的无量无边众生离我自心中的佛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就是内观理。阿弥陀